喂，大家有冇諗過 Ripple XRP 係未來支付系統嘅超級黑馬？全球好多大型合作都緊密進行，搞掂跨境支付快好多同埋平好多。而家已經有唔少國際銀行同金融機構用緊 Ripple 嘅技術，佢哋喺全球匯款方面領先一大步，難怪咁多人話 XRP 未來會升。如果你都睇好 Ripple 想搭順風車，不如試下喺 Bitget 做合約交易，簡單方便，一個 App 搞掂晒，老手新手都啱用。而家用我下面推薦碼註冊，最高直接減半手續費，慳錢之餘仲可以賺錢，機會難得，唔好錯過，快啲去 Bitget 開戶啦！落單都非常簡單， Bitget 支援多款訂單模式，無論升跌你都可以輕鬆部署策略，搵波幅賺盡。見過有高手用 Bitget 合約，中注做多 XRP， 賺足200%幾利潤，連1970蚊美金都入袋，夠晒誇張，夠晒誇張，你都可以試下，記得做好風險管理啦。